This one。呢隻 OK 喎，呢隻係一隻比較特別啲嘅雀仔。啊，影張相先。你用望遠鏡望下，呢隻叫做紅尾白鷺，係過境嘅雀仔嚟嘅，即係9月、10月開始嚟咯。啊，幾大隻，算係企得幾靚㗎。其實而家就畢業開始，我一直從事 IT 同埋 supply chain 嘅工作，即係大約20年，都係返一啲朝九晚比較沉悶嘅工作。我第一次接觸雀鳥咧係2013年，我行到去一個荷花池嗰度，見到一隻好靚嘅藍色嘅雀仔，真係好靚啊！嗰隻雀仔，我睇多一陣，又見到另外一隻藍色嘅雀仔飛埋去喺度餵食，嗰個感覺好神奇。自此開始咧，我就好中意雀仔嘅。何文田今朝就有啲鳥友影咗一隻好罕有嘅雀仔，叫林柳鶯 Wood Warble， 應該係香港唔知第2至到第3個紀錄嚟嘅。今次我哋希望見到佢啦。如果你去動物園或者去啲觀鳥嗰啲有個籠養住，或者有啲鐵絲網啊嗰啲養住嗰啲雀仔啊，你係 expect 一定見到佢。但係如果你去觀鳥嘅話咧，你唔知你會見到啲咩雀仔。望遠鏡係緊要過相機嘅。聽到聲，但係你望唔到，但係你用望遠鏡就可以望得好清楚。其實唔係就咁見到隻雀仔就好開心，因為你觀鳥嚟講咧，你係當咗啲雀鳥係你嘅朋友啊，你未必要影相嘅，有時唔使真係影咗幅相，你先會好開心。你用望遠鏡望到佢，即係你見到佢自己自由自在咁樣飛啊，跟住啲動作啊，你會覺得啲雀仔好靚，你都會好羨慕佢可以好自由自在喺個大自然嗰度，中意做乜就做乜。另外有一隻係小鮮翁啦，小鮮翁係 Small Latava。我2014年最初觀鳥嘅時候咧，就喺蒲台島度見到佢嘅。我已經坐喺度有少少放棄嘅狀態喺度休息，突然間有隻藍色，跟住個頸有條閃電紋嘅雀喺我側邊出現，跟住喺度唱歌，嗰啲聲好好聽，我第一次聽嗰種聲。咁我即刻影相啦，影完相之後，咦，嗰隻雀仔都一直冇走到喎，喺我隔離，我繼續行，佢又跟住我繼續行，我諗維持咗超過1個鐘頭都有。即係嗰隻雀仔對我有啲特別意思，叫 Small Latava， 所以我而家個 IG address 啊，或者個 email address 都用咗 Latava 呢個名。其實最開頭嘅時候呢，咁我影咗好多雀仔嘅相啊，收到好多觀鳥嘅資訊啊，我都唔係好知點樣處理嘅。
過咗2-3年之後，咁我就開始試下寫 blog 啦。最主要係記錄嗰啲雀仔嘅嗰啲資訊。但係寫咗幾次之後咧，我發現同我一齊，即係譬如我去觀鳥，見到第二啲鳥友咧，佢哋都幾喜歡咯。係啊，又問我：咦，你幾時寫下一期啊？咁樣你寫啲嘢幾好喎？咁樣我就繼續寫落去咯。咁樣。識別飛入去？冇啊！見係啲唔係啊，紅嘴藍雀啫喎，有對飛入去嗰啲。第一隻係即係好似蟲仔鷹，佢好似蟲仔鷹咁叫咗嘅，走咗。我懷疑係佢。喺度，喺度。咦？而家走咗去邊啊？唔係，都係翻個位。我已經走咗噶啦，突然間收到朋友嘅 message。咦？原來何文田嗰度有隻貓頭鷹喎。觀鳥唔係一個目的，又唔係咁樣嘅。如果你真係好好彩搵到一隻新嘅雀仔，咁咪一個 bonus 咯。香港其實好適合觀鳥，同埋好適合雀仔嚟香港，因為唔同嘅雀仔會去到唔同嘅生境啊。其實香港人好幸福㗎，可以睇到咁多雀仔。成個中國大陸都係得1000幾種，我諗1500、1600種雀仔啦，但係香港已經有600種啦。我都會有 mark 低，譬如仲有啲咩嘢香港嘅雀仔，我仲有機會睇，但係我就仲未睇。咁都每年都有啲 target，嗰啲 target 就係希望嗰年睇到嗰種啦。有個 target。今年現在已經睇到多少種？今年暫時都係300種多啲啦。哇！其實而家香港觀鳥會啊，即係佢哋睇下香港統計有啲咩雀仔數量有幾多咧 ？eBird 係好緊要嘅，佢哋係用呢啲嘅媒體咧去。即係知道香港喺邊個地方有幾多雀，佢哋可以做一啲研究咯，或者做一啲分析，究竟今年多啲咩雀，舊年就多啲咩雀，每一年嘅唔同做一啲比較咁樣。今次我哋目標想睇嗰隻 Wood Warbler 就係2019年，我喺蒲台第一次見到佢，啱啱我好彩，佢嚟嘅第一日。我啱啱係見到嗰幾個鳥友其中一個嚟嘅。觀鳥嘅環境咧，你除咗即係好多時都唔係 target一隻雀仔嘅，你去到嗰個環境自然會感到好舒服啊，即係好放鬆啊。就係觀鳥嘅時候，你帶俾你嗰個感覺咯。就算你揾唔到啲咩特別嘅雀仔咧，你都唔會好失望。香港個城市節奏好急促啦，好多時間都係講效率。如果可以慢咗落嚟去觀鳥嘅話，其實可以睇到第二個角度嘅香港，完全係另外一個世界嘅。作為香港城市人嚟講呢，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平衡。